欢迎大家收看基础级暨初级认证得分策略，先同大家小解考试的题型。考试分做3部分：听力测验、口语测验同阅读测验。做下我用电脑来做。考试的时间总共30分钟。刷落来，是我照了顺序，替大家来小解所有的题型。是讲唔想爱伫更较多嘅抗议能力认证嘅相关信息，请到应该网站来看。列下先来看听力测验嘅得分策略。听力测验分做2种题型，一个是单句理解，还有对话理解。无论做哪种题型的时节，是爱tìm出关键词。这2种类型的题目呢，我们都可以分作图片题，还有纯音档的题目。题型1。单句理解，请你要根据你听到的问题，选出比较适合的图片或者是答案。每一题都是单选题，然后每个题目都会念2遍。我们不用等音档，先看图片，了解有什么选项，让自己有心理准备。接下来就是要注意听题目的关键字。我们来看这个例题。下摆呢张图是竹做嘅东西。这个题目的关键字就是竹子，竹就是竹子。哪个是用竹子做的东西呢？于是我们选出照片1。这个选项的答案。单句理解的第2种考题是，题目和答案都没有文字，只有语音选项的类型，所以一定要先认真的听题目关键词，才能选出正确的答案。这里的题目和选项都会一口气播放完，并且连播2次，所以就像刚刚说的，你要想办法把题目的关键词听清楚，再对照选项，你才能够判断哪个是比较合乎题目的条件。我们来听听看例题。头先吊定讲来讲去，天见热，有可能发生乜嘅事情？1. 天痛；2. 火燒鑊；3. 做太水。大家有聽到這個題目的關鍵詞是乜嘅冇？這個題目是在形容一個狀況，要大家猜猜看，可能發生什麼事情。所以能聽懂題目中形容狀況的關鍵詞就非常重要。这里的状况是天會講，天會熱。抓到关键词后，我们再来听所有的选项。选项有天痛、火燒鑊、做太水。所以根据题目的关键词，我们对照出来的答案就是1. 天痛。